各位同學，我哋今日溫習一下唐詩三首入面杜甫嘅登樓。咁喺了解內容之前呢，首先我哋要知道個背景嘅。呢一首詩個背景咧好特別嘅，我哋要知道唐朝嘅背景。唐朝嚟講當時咧就面對兩個情況啦。對外嚟講咧就有吐蕃入侵，對內嚟講咧就有宦官咧就受到君主咧嘅寵信。咁可以話咧內憂外患嘅。咁所以國家咧當時嘅面對嘅環境咧就係日益衰敗㗎。好啦，咁喺了解呢首詩嘅內容之前咧，我哋首先咧就去睇一睇佢嘅體制。我哋上一次講山居秋暝嘅時候咧，曾經講過律詩嚟講咧有4個條件㗎。我哋一齊睇下呢一首咧登樓。第一個條件就係話每句嚟講咧7個字。律詩嚟講咧基本上有5個字，有7個字，每一句嚟講咁而呢一首嚟講咧就每一句7個字嘅，非常之齊整嘅。咁所以符合咗咧律詩嘅第一個條件啦，7言律詩嘅第一個條件。第二個啦，律詩嚟講係有8句㗎。我哋見到咧呢度咧呢首詩嚟講登樓咧亦都有8句㗎。咁所以第二個條件咧就符合嘅。第三個條件啦，我哋要留意啦。第三個條件嚟講咧就係押韻。律詩嚟講咧，基本上逢雙句句末必須押韻，即係2、4、6、8 4句嚟講押韻。但係呢首嚟講咧，特別之處咧就係第一句都押韻。杜甫有陣時嘅詩歌咧，可以8句都押晒嘅，咁但係呢一首咧就押咗5句嘅，呢個要留意。咁我哋讀出嚟嘅時候，可以讀到森林金侵吟。我哋發覺咧個韻母咧基本上係相同嘅，讀出嚟咧好接近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押韻嘅其中一個特點啦。第4個條件就係話有3、4同5、6咧係要對偶，3、4句對偶就叫做頷聯，5、6句對偶就叫做頸聯。我教大家同學睇啦，對聯對偶基本上一樣啦。咁嘅特點就係話最容易睇嘅就係揾佢嗰啲名詞出嚟。錦江春色就對玉壘浮雲，天地就對古今，北極朝廷就對西山寇盜。呢啲咧我哋全部相對。咁如果你見到呢啲全部相對嘅時候咧，名詞相對咧，咁呢啲句子嚟講咧就係對偶嘅機會咧就好大㗎啦。好啦，咁跟住我哋了解下首詩嘅內容啦。內容嚟講咧，可以分4個部分去睇嘅。一就係交代佢嘅背景，2就係景物，3就係期望，4就係抒情。先睇呢個背景，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呢一兩句嚟講咧，其實就交代咗好多樣嘢嘅。首先，花就係表示咗咧繁花盛放就係一個春季。高樓咧就係地點。客就係指人啦，人咧就係指杜甫自己。時代背景就係萬方多難，萬方多難咧就係我哋頭先啱啱講嘅唐朝嘅內憂外患啦。內憂嚟講咧就係話代宗咧就係昏庸啦，寵信宦官啦；外咧就係吐蕃入侵。最後啦，所見嘅景物咧就係嗰個高樓啦，花近高樓見到個咁嘅景色啦。而抒發感情咧就係客傷心。杜甫係一個咧愛國愛民嘅詩人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佢都表現呢種咁嘅心情嘅，因為見到唐代萬方多難啦，咁所以咧佢感覺到傷心。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我哋留意啦，錦江春色來天地咧，其實就係表現上咧，即係嗰帶嚟講啦，啲繁花咧盛放好靚咁嘅意思。咁但係其實就係反襯後面玉壘山浮雲變古今。玉壘山嘅浮雲咧就係不斷變動嘅，咁其實就係暗示咧，即係眼前雖然嘅景色好靚，但係背地裏咧其實就面對好多問題啦，即係講翻頭先嗰種啦，萬方多難嘅問題啦。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欺。正因為杜甫係一個愛國詩人啊，咁佢堅信一樣嘢啦，無論唐代係邊一個做皇帝代宗又好，或者遇到吐蕃入侵又好，但係無論點樣，唐室嘅政權係一定唔會改變嘅。即係佢咧，其實呢個咧，因為佢愛國嘅關係啦，咁所以咧佢就咁講啦。北極，因為北極朝廷咧，北極咧就係指北極星啦，北極星係唔會變嘅。咁佢相信咧，唐代就算面對幾多困難都好，一定咧唐代嘅政權咧一定係穩定嘅。咁所以啦，當時西山寇盜啦，呢個吐蕃嚟講咧，就叫佢你唔好再嚟侵擾啦，因為唐代政權咧咁穩定，你一定會失敗，最後係徒勞無功嘅。好啦，最後抒情啦，可憐後主還自妙，日暮聊為梁父吟。咁呢個其實用後主嚟講咧，就係諷喻嗰個唐嘅代宗啦。劉後主嚟講啦，非常之昏庸啦，最後咧佢係出營啊，即係投降啦，咁嚟到俾司馬氏嘅政權啊咁樣啊，咁於是乎啦，佢就用呢一句啦，其實就去諷喻咧呢個唐代宗啦。後主就算點差都好，最後咧都有間寺廟咧去供奉佢，咁其實就係諷喻咧唐代宗咧表示咗啦佢對時局嗰個憂慮。咁而杜甫本身嚟講啦，日暮聊為梁父吟啊，其實佢就即係佢自傷一樣嘢啦，就係懷才不遇啦，報國無門。點解咧？因為當日日暮聊為梁父吟，嗰梁父吟咧，其實就係指諸葛亮啊。諸葛亮咧喺劉備第一次見面嘅時候咧，就喺隆中對啊嘛。咁而諸葛亮嚟講咧，平時最中意咧就係背誦咧呢首梁父吟嘅。咁所以最後咧，諸葛亮咧就獲得劉備嘅重用。咁但係啦，而家杜甫自己嘅情況係點咧？杜甫眼見國家咧好多方災難啦，咁但係佢自己咧就報國無門啦，冇受到君主重用。咁所以佢非常之咧羨慕咧諸葛亮咧可以為國家重用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啦，呢首詩嚟講其實咧我哋要了解嘅就係話，先交代咧咗佢嘅背景啦，見到嘅景象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聯想翻起啲事情啊，咁再借眼前嘅景象咧抒發個主旨嘅。咁個主旨係乜嘢咧？咁我哋再睇啦，主旨咧其實咧就有3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啦，抒發對國家多難嘅憂傷之情，咁呢個係第一嘅。咁但係佢對唐代嘅政權咧係有信心嘅。呢啲都係咧見到啦，萬方多難，西山寇盜莫相侵啊！呢啲咧都係表現咗咧諸葛亮一種愛國之情啦。咁杜甫嚟講啦，其實最渴望咧就係能夠好似諸葛亮一樣匡扶君主嘅建功立業㗎，但係好可惜咧，就係佢咧唔能夠啦，即係報國無門啊！咁呢個咧就係其實就係第2個主題啦。呢度咧善用反襯呢度咧，我哋其實講過啦，春天繁花盛放錦江春色其實就去更加去突顯咧嗰種憂國憂民嘅傷感啦。即係雖然見到眼前嘅景象好靚但係其實背後咧國家正係面對萬方多難嘅局面啊。呢個亦都一樣啦，咁我呢度唔講啦。好啦，咁至於可憐後主還自妙，日暮聊為梁父吟咧，咁其實我哋講咗啦，咁就係對諸葛亮嘅仰慕啦，即係好羨慕諸葛亮咧能夠最後咧獲國家重用啦。咁其實就表達咗自己咧懷才不遇嘅感慨啦。咁呢個就頭先我哋講嘅第2個主題啦。
咁呢個咧頭先都講過啦，咁我哋唔講啦。嗱，最後啦，第3個主題啦，就係日暮聊為梁父吟嘅日暮啦。日暮就係話咧落日啦咁嘅意思啦，即係開始黃昏啦。咁其實咧亦都暗示咗咧自己咧年華老去啦。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咧，就好似諸葛亮咧可以為國效力啦。呢個咧就係作者杜甫咧嘅傷嘆。咁我哋今日咧就溫習到呢一度為止啦。